天是5月24日，我从广州出发，是5月14号中午。窗外下着蒙蒙雨，心里断愁曲，向谁去讲命途？向谁去细诉？细雨丝丝，就是我的泪珠。既然愿离去，你何必当初？乘这个渡轮，看都是很多外国人，这里很多外国人，老外，包括中国大陆，那非常多，这个全部中国大陆，他们很快，很多老外，到了完了能去看火山，可以跟着椰子林，那边是东港，已经要到达巴厘岛，这是巴厘，这个是巴厘岛的海峡，从中红的大湾岛，那就是越南那边最那边的是火山。因为这印尼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，印尼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，印尼总共是有17500个岛屿。今天就这么大了，就有2个路，有3个可以乘飞机，乘大巴，还有乘渡轮，还是最初就是乘渡轮跟大巴，可以看到那边的山区，一片优美的海峡。